看到桃园有民众投诉，伫咧做共享电动机车购小时，发动了后才知讲头前连锁大锁根本就袂起来，互伊足生气。认为讲本来共享的好意，煞互民众三咧乌白变，伊开15块银袂当用，唔甘安尼互人骗去，气甲去投诉。购小的公司嘛讲已经退钱互伊，刷来搁再派人来到现场来开锁，报警察来处理，讲会调相关的监视器，查讲到底是啥物人做的。 先用 APP 来敲吹，若是附近有车无人徛，就会当随去借来徛。共享机车购 share 足方便的，真侪民众拢会去借。不过桃园有一个民众去租共享电动机车的时阵，煞伫咧车发起来了后，才发现头前链互人用大锁锁起来，当场随工去。按够，然后要发动的时候，要往后倒的时候，结果他已经就发现怎么倒不了，前方的车轮就才发现已经被人家扣了大锁。 可是那时候我已经租借状态下是已经开始算钱了，我觉得蛮扯的啊。这是大家的，不是他自己一个人的啊。那他如果既然要这样，他为什么不干脆自己买一台回去自己扣他自己的大锁？不知道是哪一户人家，可是他们好像会为了自己方便，然后就把它锁大锁，然后让他们自己可以做使用。代志过一天，搁来到现场，大锁也是锁伫头前链顶的。销售者认为，本来共享的好意，煞互自私的民众安尼乌白用，唔甘家己白赔了15块，所以就气甲去投诉。 早上呢，已经把这笔退款已经完成了。那同时，其实我们已经有联络到上一位承租的用户，跟他确认他是不是他上锁的。但其实用户这边呢，他是有说不是他上锁的，所以其实我们接下来呢会请巡检团队呢尽量把车子移走，然后把锁解开，恢复车辆上线的同时呢，我们其实也会就做报警处理。 高share的公关讲，已经派人去现场开锁，嘛已经报警处理啊，会调看相关的监视器，将这个共享电动车锁起来，不爱互别人徛的民众找出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